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am 啊。咁啊，今日咧介紹盈海一期一個497尺嘅兩房半單位。咁啊，唔阻大家啦，大家參觀下單位入邊嘅間隔先。好啦，一如以往啦，咁呢個單位基本上就497尺喺第一期嘅。咁啊，第一期買樓嗰陣時，其實呢邊咧就可以望到少少海星灣啦，喺露台嘅位置嚇。呢度海星灣，咁呢邊向東望翻馬鞍山嘅山景。好啦，呢隻兩房半非常之常見我拍㗎啦。入到門口，工人自己房，門口對出飯廳、客廳，廚房咧就連接咗工作平台。咁喺廚房咧望到海星灣嘅海景。洗手間，咁啊呢間房比較大少少，我就成日都叫佢做主人房。好，另一間睡房。咁另一間睡房咧，景觀咧都係望翻成個遠景嘅，因為有人住緊嘅關係啦，所以我唔可以影得太過清晰俾大家睇。如果大家對啲單位興趣，可以 call 我 Sam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332，等你電話。